你知道吗？年过60岁之后，你的身体就会开始流失肌肉，即使你的饮食习惯跟以前一模一样，你的步伐变得比较不稳，你的手臂和腿感觉变细了，力气也慢慢消退。这不是因为你懒惰，而是因为你的身体没有摄取足够的蛋白质来减缓老化的过程。许多人认为一天吃1颗蛋就足够了，毕竟鸡蛋被视为蛋白质的黄金标准。1颗大蛋大约含有6公克的蛋白质，但对于60岁以上的人来说，这已经不再足够了。为什么呢？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你的身体会进入一个称为合成代谢阻抗 （anabolic resistance） 的阶段，这意味着你需要比以前更多的蛋白质才能维持相同数量的肌肉。如果你摄取不足、虚弱、疲劳以及身体逐渐失去控制的感觉，就会开始悄悄找上门。但这个里有个令人惊讶的部分，蛋白质不只来自食物，有些日常饮品时记上含有比1颗鸡蛋更多的蛋白质，它们更容易消化，并且带有额外的好处，像是减少发炎、帮助消化以及支持睡眠后的肌肉修复。不需要复杂的烹饪，不需要咀嚼，只要喝下去，让你的身体从内而外进行重建。在今天的影片中，我将向你展示5种蛋白质含量比1颗鸡蛋还高的饮品，它们使用方便，容易吸收，非常适合那些不想依赖药物或健身房锻炼，但仍想保持强壮的人。而在我们清单上的第5种饮品，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它的蛋白质含量几乎是1颗鸡蛋的3倍，而且它很可能就放在你的冰箱里。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问问你早上通常喝什么？咖啡、牛奶，还是只喝水？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我会阅读每一则留言。我很想知道你的晨间习惯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这个话题让你感兴趣，别忘了按下订阅按钮并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更多关于如何在60岁后保持强壮和健康的秘诀。让我们开始吧。第1种饮品，牛奶。这是我们许多人从小喝到大的饮品，但在谈到60岁后的健康时，它却悄悄淡出了聚光灯。许多人认为牛奶只对骨骼有益，或者只是给小孩和发育中的青少年喝的。但事实上，每天只需喝1杯牛奶，就能对老年人维持肌肉力量和精力产生显著的差异。原因很简单，牛奶含有的蛋白质比1颗大鸡蛋还多。1颗鸡蛋大约提供6公克的蛋白质，而1杯240毫升的牛奶则能提供8公克的完全蛋白质，其中包含身体无法自行制造的所有必需氨基酸。但不仅如此，牛奶还含有2种特殊的蛋白质，乳清蛋白，whey，它能被快速吸收，以及酪蛋白 casein， 它的消化速度较慢。这个种组合产生了双重效果，乳清蛋白能立即为你的肌肉提供养分，而酪蛋白则能持续滋养肌肉长达数小时，特别是在睡眠期间。对于身体自然合成蛋白质能力下降的长辈来说，拥有一个既均衡又容易吸收的蛋白质来源是非常重要的。让牛奶成为60岁后明智选择的原因，不只是蛋白质，它还提供钙质、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B12， 这些是许多年长者经常缺乏的营养素。缺乏这些可能导致骨质疏松、疲劳和神经功能减弱，特别是牛奶中的维生素 B12 可以帮助支持记忆力和警觉性，这随着认知能力开始老化，是一项宝贵的红利。规律饮用牛奶也可能有助于保留瘦肌肉组织并降低跌倒的风险。跌倒可是导致长辈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主要原因之一。60岁之后，你可能还吃着同样的食物，但你的身体不再以同样的方式构建肌肉，
这就是为什么像一杯牛奶这样简单的东西可以成为每日的救命所。那么该如何充分利用它呢？答案可能比你想象的更简单。睡前喝一杯温牛奶可以帮助你放松，睡得更好，并提供稳定的酪蛋白来源，以在夜间支持你的肌肉。如果你想要一整天有个强力的开始，可以在醒来后直接喝冰牛奶，或是加在咖啡里，让自己在支持新陈代谢的同时感到精力充沛。如果你是容易胀气或有乳糖不耐症的人，别担心，无乳糖牛奶或 A2 牛奶都是温和易于消化的选择，且仍然提供完整的营养价值。你不需要喝很多，每天只要一杯就足以产生改变。如果你还在看，请在下方留言1，让我知道你是真心致力于在60岁后保持强壮。因为在下一部分，我将向你展示一种可能会让你惊讶的饮品，它与牛奶完全不同，但提供了几乎同等量的支持肌肉的蛋白质。第二种饮品，强化豆浆，高钙豆浆。如果你正在寻找一种非动物来源，但仍能提供60岁后身体所需蛋白质的饮品，强化豆浆是最可靠的选择之一。它不再是过去人们忽视的那种平淡水水的饮料。今天的豆浆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科学证明它在关键营养价值上可与牛奶相媲美。每一杯约240毫升的强化豆浆提供约3公克的蛋白质，大约相当于1颗大鸡蛋的含量。但特别之处在于，这是少数含有所有9种必需氨基酸的植物性蛋白质之一。这些是你的身体无法自行制造的，这使得它在支持和维持肌肉量方面非常有效。这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尤为重要。除了蛋白质，强化豆浆还含有钙质、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A， 其添加量与你从牛奶中获得的相当。钙和维生素 D 有助于保持骨骼强壮，而维生素 A 则支持你的免疫系统和视力。与杏仁奶或燕麦奶等其他植物奶相比，豆浆以其高得多的蛋白质含量脱颖而出，使它不仅仅是一个替代品，其本身就是一个强而有力的营养竞争者。对于长辈，特别是那些少吃肉或难以消化动物性蛋白质的人来说，豆浆是一个明智、易于消化的选择，因为它不含乳糖，也不含酪蛋白，这是引起胀气、发炎或消化问题的2个常见诱因。豆浆对肠胃温和，但效果强大。它也非常适合任何试图减少饱和脂肪或胆固醇摄取，同时仍想保持高蛋白质和钙质摄取的人。所以，如果你不喝牛奶，或者只是想暂时不摄取动物性蛋白质，早晨以一杯强化豆浆开始，会是一个完美的开端。你可以喝温的，以助消化，直接从冰箱拿出来喝，或是倒在燕麦片或麦片上。如果你喜欢柔和浓郁的口感，甚至可以把它混入咖啡中，只要记得选择无糖版本，以避免过多的糖分，并寻找标签上注明强化钙质和维生素 D 的产品。记住，你不需要喝很多，每天一杯就已经能产生真正的差异。如果你还在看，请在下方留言数字2，我想知道谁是真心想要用自然的方式建立肌力。因为在下一部分，我们将看看一种不仅含有构建肌肉的蛋白质，还能修复消化系统本身的饮品，这是解锁长辈更好吸收能力的关键，你绝对不想错过。第3种饮品，科菲尔发酵乳 Milk Kefir。科菲尔是一种天然发酵乳，由特殊的科菲尔菌种制成，含有超过60种有益的细菌酵母。不同于普通牛奶，甚至优格，科菲尔是一个充满强大益生菌的活生态系统，有助于恢复消化功能，增强免疫力，减少发炎，特别是能改善身体吸收蛋白质的能力。一杯240毫升的科菲尔发酵乳
提供约8公克的完全蛋白质，这比牛奶还多，且几乎是一颗大鸡蛋蛋白质含量的5倍。但关键点在于，由于发酵过程，克菲尔中的蛋白质已经被部分分解，这使得长辈比摄取其他蛋白质来源更容易消化和吸收。对于年轻人来说，拥有健康的消化系统通常是理所当然的，但在60岁之后，肠道细菌的平衡开始悄悄转变，好菌减少，坏菌占据优势，身体吸收关键营养素，特别是蛋白质和钙质的能力下降。结果是，即使你吃得好，也喝牛奶，你可能仍在流失肌肉。这就是科菲尔真正发挥作用的地方。每天喝科菲尔不仅能保护你的肠道内壁，多亏了它对肠脑心轴 gut-brain-heart axis 的正面影响，它还能改善情绪、睡眠，并可能有助于降低血压。研究显示，健康的消化系统时，既上可以增加身体对蛋白质和微量营养素的反应能力，有助于减缓老年人的肌肉流失和体能衰退。如果你以前没试过科菲尔，请循序渐进。原味无糖的种类带有微酸的口感，冷藏饮用比较容易入口。你可以在早上空腹时喝，或者在晚上睡前喝，以支持消化和更深层的睡眠。如果你觉得味道太重，试图将它与捣碎的水果混合，或是加入果昔中。它很美味，而且充满了活性菌种。科菲尔真的可以被视为营养与消化之间的桥梁。它不只是一种含有蛋白质的饮料，它是一个沉默的助手，帮助你充分吸收你整天吃下的所有东西。如果你还在看，请在下方留言。3，因为在下一节，我将介绍一种可能会让你惊讶的饮品。它不是一种奶类，它没有经过发酵，但它含有一种有助于修复关节、软骨和肌肉的蛋白质。第4，种饮品大骨汤。大骨汤在西方可能看起来像是一种流行的健康食品，但对于像我们台湾以及其他亚洲文化，如越南、中国和韩国来说，这一点也不新鲜。世世代代以来，人们慢火熬煮鸡骨、牛骨、猪骨或鱼骨，创造出浓郁、抚慰人心的汤头，成为汤面、稀饭或火锅的基底。一杯罐装鸡骨高汤含有约9公克的完全蛋白质，比1颗鸡蛋还多。但真正重要的不只是蛋白质的数量，而是种类。大骨汤富含胶原蛋白、甘氨酸和脯氨酸，这些氨基酸支持结缔组织，帮助修复软骨，缓解关节僵硬，并重建肠道内壁。虽然乳制饮品有助于增长肌肉，但大骨汤的作用更深层，滋养关节，强化骨骼，并悄悄地帮助修复因多年磨损而可能片弱的部分。60岁之后开始衰退的不只是肌肉，你的膝盖、脊椎和手指可能会开始感到僵硬或疼痛，这通常是软骨片薄、含结缔组织减弱的结果。到了那个阶段，光靠钙质是不够的，你的身体需要原料来重建正在磨损的部分，而大骨汤中丰富的胶原蛋白是这方面最强大的天然来源之一。更好的是，对于消化不良的长辈来说，大骨汤是一种清淡、舒缓且富含矿物质的饮品，富含镁、钾、含磷，这些矿物质有助于调节血压，减少肌肉抽筋，甚至支持更深层、更安稳的睡眠。如果你经常在晚餐后感到胀气，或者晚上辗转难眠，一杯温热的大骨汤可能就是你一直错过的温和解决方案。食用大骨汤很容易，你可以在饭前喝一碗温热的汤来代替一般的汤品，或者用它作为炖菜、稀饭或像燕麦、大麦等谷物料理的汤底，以增加天然蛋白质。
如果你喜欢自制式注浆牛骨或鸡骨与姜、洋葱、苹果醋和蔬菜一起慢炖数小时，至做出深层营养丰富的高汤。如果你选择市售版本，请选择低钠的选项，以避免摄取过多的盐分。这对于有高血压的人来说尤为重要。大骨汤不是速效药，但如果你规律饮用，即使每天只喝一杯，随着时间推移，你可能会开始感觉到差异。它作用缓慢而温和，舒缓疼痛，并从内而外进行重建。这种方式既令人感到安慰，又可持续。如果你还在看，请在下方留言数字4，让我知道你是真心在乎保护60岁后身体的人。准备好，因为在最后一节，我将揭晓一种蛋白质含量几乎是1颗鸡蛋3倍的饮品。它美味、制作简单、容易饮用，而且你可能现在冰箱里就有它的原料，却没意识到它能为你的体力做些什么。第5种饮品，高蛋白果昔 （High Protein Smoothies）。大多数人认为果昔只是餐后的轻食、甜点或甜饮，但事实上，一杯制作得当的果昔每份可以提供15到20公克的蛋白质，这几乎是1颗鸡蛋蛋白质含量的3倍，并且片成一顿完整的餐点，支持肌肉修复、减少发炎并改善消化。特别是对60岁以上的人来说，果昔最棒的部分在于它的灵活性。你不需要在美味和营养之间做选择，你可以在一杯饮料中同时拥有两者。只要结合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一种高蛋白饮品，如牛奶、强化豆浆或科菲尔，再加上希腊优格、意式杏仁酱或一些蛋白粉，你就拥有了一杯真正的超级果昔，能真正滋养你的身体。对于长辈，特别是那些经历肌肉流失、腿部无力或早晨食欲不振的人来说，果昔是一个简单有效的解决方案。它们不需要咀嚼，不会让胃感觉沉重，并且可以根据你的需求轻松客制化。加入像香蕉、蓝莓或草莓等水果，甚至一把绿色蔬菜，你同时也摄取了纤维，这有助于预防便秘病，支持健康的肠道细菌。更好的是，早晨第一件事或散步后喝一杯果昔，可以帮助启动身体合成蛋白质的能力。这个过程会随着年龄增长而自然变慢。如果你经常感到疲倦，或注意到身体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从轻度活动中恢复，你可能缺乏亮氨酸、leucine 和其他必需氨基酸。一杯富含蛋白质的果昔可以在你身体最需要的时候准确提供这些营养素。你可以试试像这样的简单食谱：一杯科菲尔、半根香蕉、1汤匙花生酱、半杯冷冻蓝莓和1匙无糖蛋白粉，与冰块一起搅拌，几分钟内你就拥有了一顿奶油般滑顺、美味且充满能量的修复餐。像杏仁酱、香蕉蛋白果昔或花生酱、果酱果昔这类的饮品，每份可提供高达18到19公克的蛋白质。这是大多数人意想不到会从果昔中获得的数字。莓果科菲尔果昔则带来15公克的蛋白质，加上来自水果和香蕉的天然纤维。目标不只是获得一次高量的蛋白质，而是要每天持之以恒。如果你能以一杯既美味又营养的果昔开始你的早晨，那么你就在对抗与年龄相关的肌肉流失战役中，给了身体真正的优势。如果你还在看，请在下方留言5，因为你刚刚发现了不只有5种富含蛋白质的饮品，还有5种简单、自然且有效的方法，借由每天的饮品来找回你的力量。你不需要昂贵的保健食品、高价的蛋白粉或复杂的饮食计划来保护你随年龄增长的体力。有时候答案简单得多，
而且已经在你的冰箱里了。这5种饮品中的每一种，外表看起来可能很普通，但它们内在携带的是强大、真实、可利用的蛋白质，是你每一天的肌肉、骨骼、关节，甚至大脑仍然依赖的那种。你不必一次改变所有事情，从1种开始，睡前1碗温热的高汤，早上1杯果昔，早餐配1杯牛奶。这些小小的改变会给你的身体一个明确的讯息：我还在这里，我依然重要，而且我还没结束。这5种饮品中，你最兴奋想尝试哪一种？在下方留言，我会阅读每一则留言。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有价值，请按下订阅按钮，帮我们按个赞。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点击超级感谢 Super Thanks 图示。我们正在这里建立一些特别的东西，一个更强壮、更有智慧的社群。